疫情一波又一波，各国政府真烦恼。到底疫苗有效无？天下苍生要如何？出门喙暗拢着挂，做伙距离爱较快，安全第一，莫安怎？用平常心来生活。疫情一波又一波，各国政府真烦恼。到底疫苗有效无？天下苍生要如何？出门喙暗拢着挂，做伙距离爱较快，安全第一，莫安怎？用平常心来生活。疫情一波又一波，各国政府真烦恼。到底疫苗有效无？天下苍生要如何？出门喙暗拢着挂，做伙距离爱较快，安全第一，莫安怎？用平常心来生活。